己太香了，他把看成卤味。香菇与葱段加上 XO 酱炒香，倒入用鱼头熬成汤汁，再摆上珍贵食材黄鱼、花椒，细骨烹调，将汤汁倒进有龙胆石斑的砂锅中，慢火熬煮。起锅前，沿着锅盖倒上一杯绍兴酒提香。如此，这道工序繁琐、食材讲究的 XO 酱花椒龙胆包就能上桌啦。这道菜是3月7号到3月17期间限定而已哦。年纪轻轻却有着17年料理经验的廖敬辉，过去曾在新加坡米其林1星餐厅下工担任副主厨。因为创新菜色以及他的好手艺，在2022年被台北远东香格里拉延揽为主厨。来台后，在短短时间内就开发出30道创新粤菜，其中这道 XO 酱花椒龙胆包就是最粤之享双厨连奏其中的一道菜肴。这一道就是龙波锦今年的那个500盘的那个料理，它就是会有一个红烧的概念，可是我会增加了一些 XO 酱，还有一些海味，就是花椒，去融合整体的口感，吃起来有不同的层次。双厨连奏的另一位大师，就是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醉月楼的许忠贤主厨。为了这次的活动，特别运用台南在地食材，开发出这道剁椒西瓜棉虱目鱼肚。做菜它不会做这样，大部分是用青沙白鱼刀，可是我们就会用我们上海做菜的手法去给它改变，就放一些西瓜棉啊，我们上海浓汤啊，还有自己做的剁椒去把它呈现一样的创意菜。它吃起来就会酸酸辣辣的，很开胃，跟一般的做法都不一样。醉月之享双厨连奏，结合南北香格里拉2位主厨的拿手料理，推出期间限定8道创意菜色。3月7日至3月17，由台南场率先开卖。双厨连奏的美食活动是结合我们的上海菜以及我们的粤菜，有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特别邀请我们台北远东香格里拉乡公的廖敬辉中餐行政主厨特别南下，以我们的醉月楼的中餐主厨许忠贤主厨共同以台南在地的食材推出季节性的限定的一个菜色哦。那这8道菜的话，期间限定由台南首先出发。除了台南这场，台北香格里拉自20日起至3月底，同样也有醉月之享双厨连奏的活动，让北部的饕客也能够品尝到2位主厨联手推出的创意美食。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